要说。来人，把他押上来。朕。慢！你又要干什么？皇上，有刺客！哎，有刺客！保护皇上！有刺客！ 大师傅，一欢可以应对，我们不要暴露了身份。哎，住手住手！干嘛呢你们啊？我都不认识了，把他收起。哟，索大人啊，怎么是您呢？石树姑娘，皇上是怕这法场里面有刺客，叫我们悄悄的埋伏着。你说你这么一闹，你看我们都变成刺客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来，还给你，都是自己人。把刀收好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注意警戒啊！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石树姑娘，哎呦，大人啊，您这胡子没粘好啊！哎呦，啊！你看这么多官兵怎么可能？哎，我这么一闹，爹和师傅们应该趁机下手才是啊，怎么不仅不动手，反而撤了？石树姑娘，你看我这……啊，胡子给您摘掉了哈。石树姑娘，你这倒是瞧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啊，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嗯，可疑的人。对。学医居士，你有何话要说？草民要举报潜伏在皇上身边的奸细。好，若你能戴罪立功，朕饶你不死。这两个奸细，一个是深受皇上宠爱的笔墨师叔李易欢，另一个则是他的哥哥李建清、李太医，他们都来自明珠谷，而这个明珠谷乃是前明余孽联盟的基地之一。那你又有何证据说明他兄妹二人来自明珠谷？当然有证据。鳌拜鳌大人说过，他在明珠谷埋伏有眼线，而这个眼线已经回报说过，这个李氏兄妹就是明珠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鳌拜说过此话？草民和皇后宫中的几个嬷嬷、宫女们关系甚好，是听他们私下里说的。不对啊，六师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原来这就是你的证据。那究竟是谁指使你行刺朕的？无人指使。草民只是痛恨吴三桂引狼入室，所以才想刺杀皇上，嫁祸于吴三桂，好引发朝廷与吴三桂之间的内战。但是草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大清建国有30余载，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上安生日子，如果再有战乱，那岂不是有无数无辜的百姓死伤？草民后悔了，草民不想死，草民要揭发这两个明珠谷的奸细，来为自己谋条生路。来人，行刑取消，将他押回天牢。你俩把他带下去。索土，鳌拜那些挑拨离间的话是你告诉皇后的吧？原来李氏兄妹是奸细的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，还真是3人成事虎，连朕都险些当真了。皇上恕罪，奴才只是在和皇后聊家常的时候，不小心说漏了几句，没想到皇后身边的人竟然把这些话都给传出去了。索土，朕知道你是皇后的亲叔叔，你要维护皇后乃人之常情，但朕也是人，朕也有七情六欲，朕身边需要这么一个知心斗趣的人。易欢是汉女，自幼定了亲，她早晚都要出宫嫁人的，她也威胁不到皇后的地位，你明白吗？皇上，奴才真的是冤枉。奴才这些所为，并非是为了维护皇后啊。奴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担心皇上和大清的安危啊。不过奴才现在知道错了，是奴才多虑了。
奴才以后再也不会如此了，请皇上恕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这。 索土，这雪衣居士在刑场之上说的话你也听见了，你觉得可信吗？这，说实话，不要辜负朕对你的信任。这，皇上，奴才觉得雪衣居士所说的话也只是道听途说，并没有真凭实据，所以并不可全信。但要真是让奴才完全不再怀疑李氏兄妹，可奴才这心里。 的确是不踏实啊！你也倒算是说了一回实话。其实啊，朕的心中和你想的是一样的。若是这雪衣居士真的是在临死前动摇，那他就应该说出所有的真相。可是，他在言语之中，分明还是在替吴三桂开脱，只是死咬着李氏兄妹不放。这就说明，他和鳌拜一样，都是在打击报复、挑拨离间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。 朕的心中总隐隐有些不踏实。那皇上，这雪衣居士是杀还是不杀？您先留着，说不定还有用。这，你现在总应该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？六师傅之所以转变态度，是因为吴应奇。吴应奇？樊师妹把六师傅要在临行前出卖我们的消息告诉了吴应奇。 吴应奇赶在行刑前夜，命石青红潜入天牢，见了六师傅。将军，你时间有限，我必须长话短说。我此次前来是奉了二公子之命，他让我昭告你，万万不可揭发李义环和朱思炫的真实身份。石将军，请你转告二公子和王爷，并非我雪姨贪生怕死，想要靠出手这二人来换取生计，是因为我雪姨根本就不相信朱明联盟与王爷结盟的诚意，所以。 想要在临死之前，替王爷除掉这两个祸害。居士对王爷的忠心，二公子心里都有数。但是他跟我说，至少在现在，我们必须要维系着跟朱明联盟结盟的关系，不能再继续互相残杀了。这是其一，还有其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朱慈炫可是大明王朝最后的一位太子，当年王爷绞杀了永历帝，引得全天下人的仇恨和唾骂。你现在要是再出手了朱慈炫， 那不是王爷摆明了成了公敌了吗？如果真的有一天，我们起兵反叛之时，那个时候，谁还来响应我们？可这……所以，明天到了刑场之上，你万万不可揭发他二人的真实身份，反而还要尽可能的帮他们打圆场，为他们开脱。这不仅是二公子的意思，也是王爷的意思。 王爷说了，这大好的江山，不能姓朱，也不能姓爱新觉罗，应该姓吴。好的，既是王爷的吩咐，雪姨万死不辞。六师傅对吴三桂果然是忠心耿耿，他听了石青红的话，表面上是在出卖我们。 实际上却是让康熙更加认定，他是在报复我们，故意在挑拨离间。我说呢，我在关心的人中看见樊姐姐匆匆忙忙过来，跟我爹还有师傅们耳语了几句，就都走了。你应该早告诉我，吓死我！我差点脚底抹油就溜了。我也是在吴应奇到刑场后，他趁着康熙不备悄悄告诉我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那石青红是怎么潜入天牢的？吴三桂可不是吃素的。 他跟鳌拜一样，在朝中苦心经营情报网络这么多年，朝中的文武百官乃至宫中，都有他的眼线。而天牢中就有一个牢头，早就被他收买了。想不到这个吴应奇居然能真心帮咱们。他帮的哪是我们，他帮的是他爹吴三桂。他知道撤藩势在必行了，所以故意拿出点诚意来笼络我们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总算是有希望了。皇上，奴才斗胆问一句：
皇上为何还觉得心里这么不踏实？让皇上觉得心里不踏实的地方，也许正是李氏兄妹的可疑之处，也许正是查清真相的突破口啊！首先，他们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朕曾多次试探，他们兄妹二人都不肯交代。朕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？你们的出身，还有你的那些师傅们，为什么会教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技艺？老小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，有江湖的规矩，尤其是我那些师傅们，都是些不愿做官的隐士。师门有师门的规矩，我不能透露。我要讲信义，但同时我又不想骗你。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，那我们就留在宫里，为你效力；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。虽然朕一直安慰奕欢，说朕相信他们兄妹二人，但是朕心里一直有一些放心不下。后来去了山西微服私访，他们兄妹二人一身正气，一心救护朕，朕这才打消了疑虑。可是，此次雪衣居士又提到鳌拜所言，说他们兄妹二人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这让朕想起了他们兄妹二人的一个疑点。哦，皇上说的疑点是什么？朕总觉得他们兄妹二人不像是兄妹关系。不像是兄妹关系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每当朕与奕欢在一起有亲昵之举时，这李太医看朕的眼神都有些奇怪。有些奇怪？怎么样的奇怪？那种感觉很微妙，朕说不上来，但绝对不是一个哥哥的反应，倒像奕欢是他的恋人，他在吃醋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想对朕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了。虽然后来奕欢解释说，那是因为他的未婚夫和他哥哥是好朋友，他的哥哥又重视门风，担心他做出有违妇道之事，可朕还是觉得很奇怪。会不会，这李太医就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呢？其实，自从上次逍遥阁之事之后，朕的心中也隐隐有此怀疑，只是不敢深想罢了。可若是他们兄妹二人真的不是兄妹关系，他们二人是恋人关系，却以兄妹的关系潜藏在朕的身边，那鳌拜所言就并非挑拨离间，他们二人居心叵测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去查一查他们的来历？此事朕就交给你了，千万不能走了半点风声，明白吗？这，奴才就先从他们的口音查起。查口音没用，这兄妹二人会口技，南北各地的方言都会。倒是奕欢平时透露出的点滴信息值得查询，比如奕欢在10岁那年，他的家乡曾遭遇大旱，多有乡民饿死，而他哥哥为了劫富济贫，还甚至打劫官银。你把这些年出过官银被劫和地方官遇刺的府县全部都查出来，再看一看哪一个府县在奕欢10岁那年遭遇过大旱。皇上真是圣明。不管你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一切都不许轻举妄动，更不许惊动他们兄妹二人，一切都要等朕来裁夺。奴才明白。皇上，各地府县如果发生了重大的盗窃案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他们会有些隐秘不报，所以朝廷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，还请皇上多些耐心，多给奴才一点时间。简晴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跟奕欢到底是不是真的亲兄妹啊？
自然是朕的兄妹。叔父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哎呀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瞒着我？其实你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隐隐约约觉得你们的关系有点奇怪，我就没往深了想。今天听皇上跟索额图所言，他们也怀疑你们不是真的兄妹，我这才起了疑心。康熙和索额图怀疑我跟奕欢不是真的兄妹？不错，建清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跟我说句实话呀？不错，我跟奕欢的确不是亲生兄妹，我只是义父的养子，奕欢才是义父的亲生女儿。义父从小就为我和奕欢定了亲，我们是未婚的夫妇。啊？你们，嗨，皇上吉祥。凭什么？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妾身要向皇上请罪，妾身不该把三叔透露给妾身的消息口无遮拦，说之与下人知道。妾身没能约束好下人，致使下人以讹传讹，误伤了皇上的心爱之人。妾身向皇上请罪。罢了，朕知道你也是为了朕好，关心则乱了，但是下不为例。你的坤宁宫应该是6宫的表率，朕不希望它成为后宫谣言的起源。妾身知错，绝不再犯。响鼓不用重锤，朕知道皇后一定会引以为戒的。好了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谢皇上。哎呀，这下惨了，这下惨了！我这条老命啊，就搭在你们手里啦！你们哪里是我的亲人呢？你们分明就是我的索命无常啊！叔父不必担心，眼下康熙对我和奕欢也都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实据，而我们已经拿到了铜匣，完成了清查内奸的任务，继续留在紫禁城里，不过是为了打探消息而已。一旦发现情势不对的话，我们会立即撤离，绝对不会连累叔父你的。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事情的发展，你们根本就控制不了。就好像我本来是想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，可现在又不知不觉的被卷了进来。哎，叔父不必担心，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同时保住义父他自己的脸面，有你这么一个亲弟弟的事情，他没有告诉我们联盟的其他人。眼下知道这个秘密的，只有我和奕欢，还有倾城一共3个人。哎，你们干嘛来认我这个亲？你们不该来认亲。哎，你们不该来认亲。皇上看起来似乎很疲倦。朕这几日都未曾睡好，有时候明明觉得很疲惫，却是偏偏无法入睡。皇上是太过于操劳，伤了元气，可要太医来瞧瞧？不用了，朕是心里有事，所以觉得很焦躁，找了太医也是无用的。皇上是为了世淑姑娘的事情而烦恼。其实不要说皇后，还有索额图，就是朕的心里也是隐隐觉得不安的。皇后，朕自亲政以来，一直忙于国事，无法陪你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朕对你的宠爱也许不是最多的，但你一直是朕最信任之人。
这你可明白？妾身明白，妾身对皇上的信任很是感激。妾身只是恨自己无能替皇上分忧解愁。朕已经派了索要图去调查李氏兄妹的关系了。只要一天不确认他们二人到底是不是亲兄妹的关系，朕这心里就一天不得踏实。只是此事不是一朝一夕能查出结果的，所以朕的心里也很是焦躁。原来皇上是为了这个而烦恼，想要测试李太医跟李易欢是不是亲兄妹。妾身倒有一计，可以立竿见影。说来听听。不知道皇上是否愿意为李太医做一次媒人？好计啊！皇后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皇上，让妾身为您更衣吧。